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金子。今天我们去爬苏州的天池山。我上一次去还是小学春游的时候，赶紧出发。今天有一点点小雨，但是并不影响爬山，气温适中。我们是先来了花山，开错路了，但是他们说天池山和花山是通的，而且是一张门票。虫鸣鸟叫，这里的感觉和灵岩山完全不一样。这里的路啊，挺陡的。说实话，小时候来春游的记忆已经完全没有了。这个收门票的景点确实和不收门票的不一样。这里是50块一张门票，确实物有所值。阿爹，你报上来阿七来讲。我不懂，我不懂啊。你几特能在？你也是来年考进来的？哎，我冬季过来的。遇到一只狗哎，让我们过去啊。幸好我们自己家里也养狗的，不然如果是怕狗的人在山上遇到了狗怎么办呢？到半山腰了，这里景色非常好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元代的一座大佛。看到上面的庙了，是不是吃素斋的地方到了？朋友们啊，要是真的住在这种地方的话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。周围是虫鸣鸟叫，而且是桂花香扑鼻，退休生活。外地朋友来苏州必看的一个景点，被誉为苏州圆明园。花山寺又叫翠岩寺，东晋的时候就开始有了，到现在多少年大家可以算一算。后面的是遗址，毁于元末。镜子摸摸看，触摸一下历史。山里的蚊子太厉害了，我脚上涂满了花露水，还是被咬了。看样子以后只能穿长裤来爬山。哇，一览众山小。有回声的。这个花山天池山虽然没有灵岩山出名那么早，灵岩山是春秋时候吴王夫差就上来玩了，但是这个花山在三国的时候也出名了，有记载的吴县20-30里处有此山。后来到西晋的时候，太康年间景武帝就来到了此山。我们从这里过来，交界的地方终于到了花山，往下就是天池山。哇，天池在哪里啊？还看不到。来到山顶才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。像这么大的石头是怎么垒在这里的？朋友们看看，人站在旁边就一点点，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像这种地方镜头很难拍出来，大家要身临其境。今天的目的地天池山。天池翻过莲花峰来到了天池，我觉得今天一个人50块的这个门票是非常的值。这么多文物景点都在这里，50块真的一点都不贵。这里的寺庙都是元代建的。回家了，朋友们。要走旁边了。好，爬山结束了。